施耐德 EP15WEG19 插头，型号 EP15WEG19， 施耐德 EP15WEG19 插头，品牌 Schneider， 设计简洁，适用于住宅和商业工程。详细信息：类型单连带开关插座，系列 Moriva， 电压 250VAC， 额定电流 10A， 颜色灰色，插座级数配置 2P+E， 面板位数1位，设备数量1个双控开关1个插座，材料聚碳酸酯铜，安装方式明装表面安装，尺寸宽乘高乘深147×76×64毫米。功能用于连接电器设备并提供安全稳定的电源输出。